星級論證。睇翻上個星期啦，港股大幅回吐嘅，咁但係咧見到喺低位咧有所支持啊。禮拜五夜期咧曾經升幅超過500點咁多，星期一翻嚟都係保持翻強勢嘅。咁見到上個禮拜咧跌得比較慘咧，就係呢個科技嘅指數啦。咁同埋有啲超賣嘅情況出現翻啦。咁投資者今個星期可以考慮翻撈翻當中相對地強勢嘅股份。咁見到北水亦都係連續3交易咧超過100億嘅大幅流入嘅，但係大市成交咧可能係年前關係啦，成交比較低啲，大家可以留意嘅。今個禮拜為大家帶嚟700騰訊控股嘅好倉嘅，咁見到騰訊喺支付啦、遊戲啦同埋 AI 業務方面咧都有一定嘅投入同埋發展嘅，比較上業務嘅穩定性啦，同埋個平均代高啲啦。咁如果大家咧係想博取反彈咧，可以考慮現價方面博取一個騰訊10% 價外嘅好倉㗎。如果跌幅超過5% 咧，仲要做一個止損動作啦。記得 Buy Timing 用嘅 everything， 預祝大家新年快樂。港股重上翻27000嘅水平啦，咁見到科技股終於都有所反彈，而上個星期咧沽壓比較大嘅騰訊啦，反彈幅度都有2%啦。咁跟進炮車短線博繼續向上嘅一個動力嘅話呢，可以留意翻我哋星展一隻騰訊嘅 call 輪22804，22804咧屬於輕微價外嘅選擇嚟嘅，行使價喺622蚊附近，大概1成到距離啦。咁到期日咧就係今年嘅7月底嘅，咁所以咧年期上亦都有翻咁上下，適合做一個咧假期嘅部署，短線嘅假期部署嘅。咁22804咧實際槓桿大約就7.7倍啦。以琴日收市價咧正股560蚊做一個參考位置嘅話，22804對應嘅輪價就係5仙2嘅。假設持貨一個星期嘅時間值損耗同埋人生波幅不變嘅話，動翻616蚊做一個上升參考價嘅話呢，22804對應嘅輪價大概就1.01嘅。咁對比頭先5仙2嘅價錢呢，潛在有大概挨近9成嘅升幅㗎。